讲到这33岁艺人王大陆涉嫌用假病历，想要假作讲是心脏有问题，想要去免做兵。不过今仔日呢，这检警也去敲伊的徛家，也甲中人王大陆，还有其他想要免做兵的，总共有12个人带回去问话。内政部也已经主动清查，发现讲有80个案例，拢是入伍进前的身体检查讲因有问题。目前也追查这4年来资料，要甲这个人移送司法侦查。 关乌翠案艺人王大陆涉嫌以假病历盗病药，10个检警去伊伫台北大安区的主体搜查躯体。另外，带回中介集团甲王大陆等涉嫌盗病药的一人，复审了后，王大陆互人依照涉犯妨害病疫治罪条例，以15万交保。真的有涉嫌逃兵役啊！真的花了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？真的有花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？ 2015年，王大陆主演青春爱情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，快速出名。现年33岁，伊却传出假心脏问题，得到免入伍的资格。专案拢总12个人互人躯体，其中也有一个26岁带医学系4本的查甫人，询问了后10万块交保。律师讲，假医疗证明，恐惊面临相关5年有期徒刑。台北市兵役局嘛讲，王大陆已经互人列入3月定级对象，并限制出境。在学最高缓征的年限就是到33岁。 所以他超过这个年龄之后，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年次跟签号顺序来排定他的征集梯次，就没有办法再准予他做出国的申请。提供虚假的资料，使得医院做出免疫的证明，因此免除了要服兵役上的义务。 王大陆等人已经违反了兵役治罪条例的规定，最高是可以处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兵役局表示，公司嘛无收到王大陆的体检复检申请，来做3月定级推出，也无入伍，会依照兵役法移送法办。内政部声明，已经主动清查，发现有部分役男定兵检查异常，拢总差不多80个案例，有同款涉嫌不法。为着谨慎，原来看2020年至2024年役男体复检列停的相关资料，移送司法单位侦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